調柴好醒，實行係要調起標正，以心脫淨，六舊經已斜期進入個窿，係窿濕碎內褲，索清無索清。是誰令我調柴興？唉，舊又興，我神又擦清，卷相動，六舊秋送，調舊真夠勁。並嫌亂係靜，六舊扯到勁晒，插入下音射精。六舊表精減粗定，綁起條淚吊閪，一出血到天明，溪水當月經，姣婆佢讚我六舊成，前庭裏面有音滑定，成晚標精，留得夠難靜，懶袋更見乾淨，傻係老係淫。係臭係豬閪都要並，長鳩短鳩牛鳩馬鳩撚當無形，淫精裝滿杯，條鳩做事情。南無阿彌陀。人活着脸皮就要厚一点，这也不好意思，那也不好意思，那你怎么好意思活着？你胆子大一点，谁会把你吃了吗？怕得罪这个得罪那个，大不了以后不打交道。你不好意思拒绝别人，可别人却非常好意思来为难你。你考虑这个感受那个感受，可谁考虑过你的感受？乞丐不好意思要饭，结果饿死了；商户不好意思要账，结果店关门了；不好意思向心仪的人表白，结果他跟别人走了；不好意思让客户签单，结果客户在别人那里成交了；不好意思和优秀的人来往，结果自己变得平庸了；不好意思认错，结果熟人变成了陌生人。不要让不好意思成为你人生的绊脚石，凡是让你觉得不好意思的事，都要马上去做，否则时间会把你的勇气全都消磨掉。出错了出丑了，一笑而过嘛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面子是什么东西？让别人舒服了自己受罪。做人要像仙人掌，可以不去扎人，但必须带刺，不然软柿子当久了，谁都会捏你两下。当你对这个世界好意思的时候，才会真正活出意思。